回去好不好？我回去吧。我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林天乐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放弃，无能。吃个苹果吧。哦。冉，我能问你问题吗？你别多想啊。你觉得如果我真的跟你生活在一块儿，咱们会幸福吗？你会幸福吗？这个问题是我先问你的。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多想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今天去医院了，大夫说梅兰妮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慢性胃炎，其实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但是他非得住在医院。这2天开的也都是维生素 C 之类的药。天乐，如果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为难、很不开心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吧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跟你住在一起，梅兰妮好像都特别讨厌我了。我不希望你们都特别讨厌我。你看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行，你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，对不起。
想问你，你真的接受我们俩这样的结果吗？下这么大雨，你还来干嘛？我不相信，在医院里面，你对我的都是假的。我不相信，你对我的一点真情都没有。你看着我，你说，你对我一点喜欢都没有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摸一摸自己的心脏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你怎么不说？你说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良心？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啊，天乐！回去好不好？不回去是吧？你不走我走。离开了！小雨，来我车行一趟，把梅兰妮接走。别问了，赶紧来。你的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。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，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。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。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。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。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。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
戴眼镜的戴应该是穿戴的戴。戴呢？回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依恋出去拿毛巾去。哦。怎么迷成这样了？回来的时候下雨，没带伞。下那么大的雨，应该找地儿先躲躲呀！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拿毛巾给你擦擦。哎呦，这都湿透了，待会儿得赶紧换件衣服啊，省得感冒。来，快把这个，给你裹上。依恋，进屋做作业去。好，乖。虽然我们马上就要变成一家人了，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挺忐忑的。我们快点结婚吧。这结婚是件大事儿，不能太着急，得去挑场地，得去挑东西。奶奶不是跟你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做旗袍的店吗？你抽空去看看。有的东西呢可以凑合，有的事情呢不能将就。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咱得慢慢来。我觉得能抓住一个人的心挺难的。如果这辈子我都能一直抓住你的心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。依然，你想好了吗？和我结婚？我相信你会是个好丈夫。受刺激能转性，早餐卖相不错。你这干嘛呢？早饭也不吃，然后摆了个这么拧巴的姿势，直接要把自己从自虐升级为自残？你不懂，这叫内心痛苦转移。我要把内心的痛苦转移到肉体上，心就不会痛。不是，这都是什么逻辑呢？就因为天乐把你拒绝了是吧？是当面直截了当的拒绝。所以呢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摆着一个拧巴的姿势，彻底放弃了，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。啊？我还能怎样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就算天乐对我有感情，或者是我一厢情愿，又怎么样呢？他都要跟叶冉结婚了，我还能怎么？祝福。万一你再坚持一下，这命里就有了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原来我跟你说话呢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依然。依然，什么事儿？您方便抽时间出来，我们见一下吗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当面聊，您一定会感兴趣的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也是女人，知道你都在想些什么，你所有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的。
我想你是误会了。喂。对了，设计图纸的修改方案整理出来了吗？正在整理，稍微晚一点的时候给您送过去。我要出去见个人，回来别。好的。怎么啦？我今天晚上加班，你们自己做点吃的吧。得，咱俩落单了。晚上想吃什么呀？除了海鲜和油炸食品之外啊。我想吃你做的零食冬瓜汤和你做的熏鱼。哎呦，这工程量有点大，咱现在没食材呀。咱可以去买呀。那你说咱是去市场买呢，还是去超市买？去市场买吧，因为那儿便宜。这便宜的，那咱是看动画片去啊，还是现在去？这个太难了，让我再想10分钟。行，想10分钟。坐吧。喝点什么？不必了。谭总，您今天特意来找我，有什么重要事吗？我听说你们公司也在准备水晶大厦的设计图纸，是吗？照咱俩这层关系，在这儿谈这个事儿，有点不合适吧？伤和气。我们林家的实力是不如你们新华公司，这次跟你们竞争胜算的几率也比较小，但是至少我们也在努力，我们也要对得住我们林家上下几百号员工，不是吗？所以谭总，你不必小看我们。其实呢，你很有自知之明。的确，如果我们公司想要这个项目呢，其他公司没有一点点机会。如果你今天是特意来羞辱我的话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抢项目，相反，我把这个项目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退出这个项目的竞争，而且顺道我帮你解决一下后顾之忧。我听说了，我们公司呢有一个职员窃取了设计图纸，而且主动的联络了你，还要和你做交易。那我需要你做的呢，就是配合我把这出戏演完。你说的是依然吧？对，就是这个女人。这么一个有心机的女人，如果以后真的进了你们家门的话，想必你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吧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，你都是安排好的，是吧？哼。哎，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想扳倒依然？处心积虑，用这4个字来形容我，是不是有点言过了？
其实我们公司要不要这个项目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天乐最好的哥们儿。那么在他的感情问题上，我不想让他走弯路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跟你应该有足够的共识和立场，是吧？那你需要我怎么做？怎么样，这回你高兴了吧？啊，买的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这回你一定要做好吃一点。什么叫这回就做好吃？以前做的不好吃啊？不是不好吃，简直是太难吃了。啊？嘿，我以前那么认真给你做饭，愣告诉我不好吃，太伤我心了吧你？啊？那就当我说假话呗。当你说假话？行行行。哎天哪！你看这是少宇帅哥。真的哎！哎，喊他喊他。帅哥，少宇帅哥。帅哥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啊？你干嘛？带着孩子买菜了？你天天让人家一脸加班，带孩子重任可不就落我头上了吗？我给你机会做个好男人。好什么男人？哎，我说你啊，工作别老那么忙，行不行啊？你一忙吧，手下人跟你一块忙，神经都绷得紧紧的。找个机会呗，给自己啊，给大伙放个假啊！我也想，公司手头的案子太多了。帅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家去玩拼图啊？你想去的话，随时都可以，改天再去吧。行啊，我这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。好嘞，来了啊！跟少宇哥说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行了，别再见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谭总，有一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。说吧。刚才那个小女孩和您长得还真像，那眼睛那鼻子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是吗？哦，不过，谭总，我也只是瞎说而已。薛老师，我觉着咱俩特别有缘分。啊，你看，咱们两个现在是好朋友吧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，还互相有好感，可能就是单方面的好感啊。不过我觉得咱们俩的缘分都没断过，从最开始就是。从最早开始。啊。就是咱们两个第一次相亲见面开始，那天呢，可能咱俩都是受了一些人的差遣，带着某种初衷，所以聚到一块儿了。不过我今天还想再把你带回到那种情境当中，咱们索性就按照那些人的初衷再来一遍，你觉着可以吗？谁的初衷？是那些人的，还是你自己的？那会儿是那些人的，现在是我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也不想去归结为命运的安排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你明白什么呀？就是我还够不上做你男朋友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其实我是想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如果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，那是我们自己争取的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知道，就是你。磊磊，我薛晶晶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。我不希望从最开始，我就想从今天。现在你能明白吗？
谭总，您回来了。嗯。您要的资料我都整理完了。答应昨天就回去吧。好。还有，我刚刚见到天乐跟小易了。是吗？你们3个在一起生活很幸福是吧？您觉得是就是呗。那我打印纸了。这水壶啊，我都装起来了啊。好。这吃的我一会儿都收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你找那塑袋啊，把这个游泳衣给它收好了，永远有吃的啊。要不然咱们改天再去。为什么改天去啊？我看今天外面好像挺热的。不嘛，我就要今天去。对，今天去好，天热好啊，水温刚合适，不冷啊。好吧。弄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了就把那装起来，走了。走。来，咱到门口等着去，走。玩的差不多了吧？都疯一天了，该回家了啊。不嘛，我要在这里拍照。跟这个拍照啊？去吧。我也来。我也来呀，一起吧。来啊！看镜头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再来一个啊！1、2、3，好了。好不好看啊？挺好看的，来看看，行吗？可以啊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哎。喂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天乐，公司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回去一趟，你带着依恋回家吧。公司有事儿？不是说好了今天带他玩吗？要不别去了，我给少宇打一电话。别，是我之前请假，所以文案出了点事情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啊？依恋，要听天乐的话，不许乱跑，不许吃路边摊，知道了吗？不许吃海鲜。好的，真乖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行，哥慢点啊。得，就剩咱俩了，上不上啊？我们去那边拍照吧。啊。
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联合我来对付谭少宇？你可是在他的公司工作，你就不怕被发现，把你炒鱿鱼了吗？我自有我的理由，我不会联合谭少宇给你下套的。这里面是货真价实的有关于新华公司的设计图纸。我想，你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公司的水晶大厦在这边建起来吧。我还是不能拿这个东西，除非你告诉我你真正的动机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跟谭少宇有一些私人恩怨，我恨他，所以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毁灭。这个理由够充分的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针对谭少宇，不会害你们林家的。这么说，你嫁到我们家也是为了对付谭少宇是吧？我只是想借你们的力量来报我的仇，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坐享其成，拿到这一笔生意，何乐不为呢？我想，你也不会深究的吧？他真这么说的是吧？好，我会尽快兑现我的承诺。哎，天乐，在哪儿啊？啊。没事，那你陪他玩吧。我本来想你没事的话，约着见个面，随便聊聊。好，改天约。天乐，咱去哪玩啊？去哪玩啊？你定，公园、商场、大象馆，还是咱去玩具店？都太没创意了，不好玩。天乐，再想想别的吧。哎呦，那去哪儿啊？你妈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准在公共场合直视漂亮的女孩子吗？这样不礼貌的。你个没大没小的，来坐那儿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要是以后我让你改口管我叫姐夫，你觉得习惯吗？我还是叫你天乐吧。天乐，我想吃甜筒，你跟我去买。吃甜筒啊？哎呦，这附近好像还真没有卖的。那走吧，你想吃我带你去，走。你帮我去买，我走累了。行，你个懒丫头，那我去给你买一个，等我啊。别乱跑啊。快去快回。好，我马上回来啊。美女，
依莲，依莲，依莲，依莲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刚才看见那儿有一小孩了吗？洗头帘的。没看见是吧？谢谢啊。依莲，拼图，这是咱俩上次拼的吗？对呀，记性真好啊。上次咱俩的拼图，你有没有偷偷拼啊？你这个小靓女不在，我没敢拼。早说了，我的地位啊还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你的地位特别重要。我们上回拼到哪儿了？嘴巴找到了。对，嘴巴找到了，然后再找哪儿？再找鼻子。你那么聪明啊，那么聪明啊！鼻子去哪儿了？鼻子去哪儿？咱们找。王董，需要几点过来接您？5点半来接我吧。你怎么这回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是临时决定飞回来的，公司上市的事儿，需要回国内签几份文件。来，邵宇，把这几份文件签了。哎，你怎么还玩这个？哦，不是我，有个小朋友在这。哎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邵宇帅哥的好朋友，他带我到家里来玩一下。跟小大人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依恋。孩子真好玩。是啊，特别可爱。签好了。对了，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在飞机上随便吃了点儿。阿姨，你吃这个吧。啊，这孩子真可爱。谢谢你，阿姨不吃啊。来，少宇，去帮我收份邮件。去书房吧。啊。找鼻子。刚才没来得及问你，这小姑娘哪儿来的？啊，天乐朋友的孩子，天乐有事儿，临时托我照顾一下。这孩子倒的确挺贴心的，招人疼。早知道当年要生个女儿就好了，知冷知热的，哪像你，越到话越少。你要站那不动啊，都快成化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平时连花都懒得浇水的人，怎么突然有耐心带孩子了？等天乐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啊。以后啊，少跟他来往。怎么了？你听妈的话就行，妈自有妈的理由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什么时候再回来？等公司上市的事儿定了办。给会长电话。一路平安。拜拜。拜拜。这玩意儿是不是？试试。
机长来。你过来。又干嘛？你过来嘛。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奖励一个香吻。还奖励个香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跟哥哥玩啊？喜欢，但是你别告诉天乐，他心可小了，就那么一丢丢丢丢丢。不告诉他啊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吧。那依恋，你没来上海之前跟姐姐是在湖南哪儿生活呀？长沙。哦，哥哥没去过长沙，所以想问你长沙哪儿好玩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那不问这个了。那你喜不喜欢哥哥这儿啊？我喜欢你，但是不喜欢这儿，这儿太空了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我多，还是喜欢天乐多？天乐呢，和你不一样。天乐每天都能很开心，有很多办法能让我高兴，而你呢，好像总是有心事。不过我也是很喜欢你的。这样来说吧，天乐是我的死党，而我和你之间呢，应该算忘年交吧。算什么？忘年交。你可真逗，过来。我就是去给他买了个甜筒，没去多长时间都找不着他了。让你陪他玩会儿，你也能把他弄丢了。他才6岁，万一碰到坏人把他掳走了，他能反驳得了吗？是，那个，你先别着急，他那么聪明，碰不着坏人的啊。会不会自己回家了呀？我回家看看去。不，那家里我去过了，没有。林天乐，只要依恋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喂，我孩子丢了，我要报警。我来找你了，依恋。你要藏不好，我抓到你，你就完蛋了。给你，哎呀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哎，那我问你问题啊。你跟依然以前一直住在湖南？是啊。湖南哪个城市？长沙啊。那这次依然来上海是来找朋友？我再问你啊，我上回送给你的那个香水，那味道回了家之后，依然喜不喜欢？明白了，他不喜欢是吧？依然以前来过上海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哎呀，你别问了。我给你按摩。你还会按摩？这儿不好，我们到楼下去吧。走吧。走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孩子刚刚丢，还不具备立案条件。怎么就不能立案呢？我不是也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这是丢的孩子，不是大人，他没有自主能力。他是真要是被坏人拐跑了的话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。你能不能就帮帮我呀？我求求你了！慢点说，你跟他……你别拉着我，都怪你！我告诉你，林天乐，依恋要真丢了的话，我杀了你！同志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不是只是不能立案，没说不帮你找吗？你们谁是孩子监护人呢？我是。来，先做个离婚登记吧。依恋，
舒服吗？舒服，真舒服。依莲啊，我问你，这按摩是谁教你的呀？是依然啊。每次他回来累的时候，我都用这样给他按摩的。他按着按着就会睡着的。你怎么醒了呀？是不是我按的不好啊？没有，依莲按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依莲，你跟依然有没有分开过呀？我几乎没离开过依然一天。我现在就特别想长大，能够保护依然，不要让他再那么辛苦了。依莲真乖，我还会捶背呢，我给你捶背好不好？好。还带响的呢。还带响的呢，试试。哇，真带响啊，好舒服。有没有你不会的呀，依莲啊？左边。别着急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麻烦问你一下，您见过这个女孩吗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。您在来的路上没有看到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。谢谢啊！哎，要不给奶奶打个电话？别给她打了，给她添堵，还不给朋友打呢。先生，麻烦问一下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女孩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眼睛大大的。艾宝，依莲丢了。你先听我说，你这样，你给蕾蕾打个电话啊！你俩一个去火车站，一个去长途车站。麻烦问一下。对，好嘞啊！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你看一眼嘛，在来的路。喂。哎，梅兰妮，依莲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几个小时以前。我现在跟那个依然，我们俩正在找着呢。对，帮忙找一下呗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回去放下东西，跟你们一块找哈。你要是找着了，给我来个电话啊！猫跟老鼠怎么说啊？Cat and mouse。对，这是谁 ？And Jerry。对，这是谁啊？这是 Jerry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 Tom 吗？是 Tom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韩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拐卖人口，贩卖人口未遂。我就带他来玩玩，怎么了？把他带出来，你也不跟人家长说一声。依然和天乐快急疯了，到处在找，刚给我打完电话。依莲，你也是的，你出来不跟大家说一声？你别说他行不行？那小孩怕你，是我带他来的，我不说过了吗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再不回去的话，依然和天乐该着急了。你们俩谁送啊？他送，姐姐送啊。凭什么是我呀？我不方便啊。把人偷偷带回来方便，送回去不方便了。我人贩子，他拐走了不送回来呢，是不是？不送是吧？来，依莲，咱看 Tom and Jerry 来，来，回家，走，回家，走不走？哎，干嘛呀？走，开。你姐姐他们都着急死了，赶紧给她打个电话。依恋，不是姐姐说你啊，你这次幸好遇到的是少宇帅哥，你要遇到别的坏人，那你可就危险了。听到没有？我可真没有吓唬你。现在的坏人可不是说给你个糖吃，给你个饮料喝。现在坏人走到你面前，对你呼吹一口气儿，你就晕过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坏人吹一口气会变成一堆猴子出来吗？什么猴子呀？孙悟空啊，他一根毛，吹一口气，就能变成一群猴子来。看来那些坏人也没那么厉害嘛。谁说坏人不厉害的？坏人最厉害了，坏人的心是黑的。
坏人会把你卖到深山老林里面去，谁都不来救你，你自己怎么哭都没有人理你。哎呀，我能照顾我自己了，你别把我当成小孩子嘛。好，我是小孩子，走走走，回家。刚回来，你大喊干嘛呀？跑哪去了你？想跑什么呀你？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都快！你别喊，你跟他好好说，你问问他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你？这一下午都去哪儿了你？你跑哪儿去了呀你？去哪儿了？我得让一个开家完了。那个依然，别怪他，是这样的，少宇说他看到依恋一个人在路上挺危险的，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快来！快来！你觉不觉得特别怪异啊？谭少宇为什么要把依恋带回家？还有就是依然，听到依恋到谭少宇家的那个表情多难看呀！他私自带着依恋回家吧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他肯定是想从依恋的身上了解依然啊。你想啊，他过生日那天，咱们觉着依然跟谭少宇特别奇怪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到现在咱也没查清楚吧？他肯定也在查什么，你想想。我想什么想啊？你什么都没搞清楚，要跟人结婚啊？你就不怕你这绿帽子戴大发了？真是。你今天跟少宇哥哥都干嘛了？我们拼好了上次没拼完的拼图，他还带我看了动画片，还教我说英语，我还帮他按摩了一下头部。你帮他按摩头部？对呀，就是用你教我的方法，他觉得可舒服了。他还问我们为什么来上海。你怎么回答的？就按你说的呀，我们来找一个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我看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些照片，照片上的那个人好像你，不过看起来比你小，他是不是你啊？胡说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谭少宇那儿怎么可能有我的照片呢？我警告你依恋，照片的事情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，我就把你一个人送回长沙去，听见了吗？为什么不？不许再问为什么，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就照我说的去做。我想跟你说，那个今天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，我郑重给你道个歉，我不应该把依恋一个人留在大街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好在依恋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还有那个谭少宇今天把依恋接走了，我明天去说他。
哦，不用了，他是我的上司，我不希望我的上司涉足我的生活太多。不是那个，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跟谭少宇吧，我没有想涉足你生活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们俩有什么误会、什么过节的，是不是能够摆在桌面上把这事给解决呀？我跟谭总没有什么过节，也没有什么误会，只是工作中上下级的关系。行了，我困了，我先睡了，晚安。等我干嘛呀？我饿死了。饿死了你就先吃啊！依然说了，要不等你一起吃。跟我一起吃啊？这么乖呢？表扬一下，吃饭吧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昨天你去少宇帅哥那儿都干嘛了？玩拼图，教我说英语。帮他按摩。哦，哎，你跟依然来上海之前一直在湖南呀？是啊。湖南哪儿啊？长沙啊。你怎么和少宇哥问的问题都一样啊？我跟少宇问的问题都一样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跟依然来上海是干嘛的呀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依然不让你说呀？啊？哎，咱俩玩游戏呗。好啊。我问问题，你来回答。这个游戏啊。我不玩。那行，咱换一个。我问问题，如果你不想回答呢，你就喝粥；如果我问错了呢，你就弹我脑杯儿一下，行不行？好。好。哎，你上次谭少宇给你那香水你拿回来，他有没有问你说依然什么反应啊？谭少宇有没有问你，依然在湖南有没有念过大学呀？来，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跟依然为什么来上海啊？你们来上海是不是找人来了？依然以前有没有来过上海啊？哎，依然以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啊？你别问了，少宇帅哥问我，我都没有说出来。你还有多少粥？珊珊。这人谁呀？我们老板啊。
你们老板？挺神秘啊，从来没见过。看这样不妙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，新店不是兑出去了吗？就剩我们这老店了。原以为他在国内能留个底儿，现在这么一看，情况不乐观了。不是，他卖他的呗。那最多再改个名儿，那总得有人打理吧？辞了再请，那不挺麻烦的？哎呀，这我们都希望如此。要不，哎，吃了啊，慢点，老板。好，来，慢走，老板。老板再见。哎，来了。姐，刚才咱老板说的那个50万，我觉得咱不是想拿就能拿得出来的。我觉得咱们这个事情呢，肯定办不下来，要不咱算了吧？你觉得呢？你们老板要把店盘给你们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干嘛？才50万，多合算呢？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就现在这个店的这个地理位置，怎么着也得几百万，50万那不跟白送钱一样吗？你不要你傻呀？我傻？这50万你拿？不是姐，这种人说话我就不想搭理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话就是头脑发热，别听他的。谁说话不经过脑子？我告诉你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给我点时间，我1分钱不少他的。我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想什么想？应我的应下。当然得想了，这么多钱你去哪儿弄去啊？想，我这不正想呢吗？想我怎么短期之内挣出这50万。要不我问我奶奶？别，你自己的事就够多的。再说了，我说了要挣，这钱就得我自己挣，也不是马上要给，我就是得想出个办法来，总不能等工资吧？那除了中彩票，还真没这么快来钱的招。哎，我觉着吧，你还真没那脑子。要不你问问谭兆宇？他标准的奸商。嘿，哥们儿，哎，如果你看着我说我是奸商的话，我会欣慰一点。没有，我说你是标准的尖脸，是吧？我是尖脸的奸商，是吗？对。少宇，是这样，我呢，短时间之内需要挣50万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想挣快钱，那就钱生钱呗，赚差价。别，这个风险太大了。你问问他，你有本金吗？啊，他要是把家里钱拿出来，万一赔了怎么办呀？哦，对，赚大钱还不能有风险。这种好事你告诉我哪儿有？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们俩？股票期货风险大，收入也大。哎，要不你就豁出去试试？最近这黄金好像还挺火的，是吧？哎，我求你了，咱别脑子热行吗？是，万一运气好赚了就赚了，万一运气不好您赔了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好歹现在还靠着公司攒了点钱，万一要是赔了，您这前半辈子就等于白干了啊！你说，他有这脑子干这事吗？哎，你有这脑子吗？啊，干得了吗？我劝你啊，立马别想这事儿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不过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天乐说的对，我觉得你还是别掺和。还有今天我找天乐是有正事商量，所以那个，我公司刚好还有一点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对，别着急啊，这事我帮你想了啊。你等会儿我，那我去西北城进点没件就行啊。聊。改天见。行了，都走了，
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昨儿依恋回家没事吧？我觉得你这事儿吧，干的有点过分。哎，你说你把人依恋带走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未来我可是依恋的姐夫。我是依恋姐夫最好的朋友。我说了，今天有正事找你，你好好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未婚妻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她把我们公司最机密的设计图纸偷了出来，而且还把它交给了张小琪。林天乐，我记得我提醒过你吧？我说过依然不简单。不是他给张小琪是什么意思啊？讨好他。行，我回家好好问问他。哎，少宇，我有一事儿一直不明白。你说你吧，一直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我和依然的事儿呢？我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，结婚对你来说，林天乐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而你娶了依然，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。而作为最好的朋友，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。至于你信不信，信多少，怎么做，这是你的事儿。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